我係改鳳，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定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鳳，今日歡迎大家嚟到暗上風法嘅節目當中。今日嘅來賓其實係我嘅文學寫作嘅前輩，咩當有名嘅一個散文家，叫方子老師。今日開始，我想好好嘅老方子姐談一下，其實佢當着迷嘅幾件事情。第一點其實係野菜，大家當到可能。野菜沒做的沉迷啊，當然了，收集嘅玩具沒做變成個公仔收藏的一種迷，喜歡野菜的一件事情，沒做的變成一種非常迷人的事情。我想先請方子姐，拿你的電視台觀眾朋友帶上這幅，大家好，我係方子。我想其實一開始吼，你應該先來談一下，因為我哋方子唔係你嘅本名咯，方子係你嘅筆名嘿，所以今日來大揭露一下，你來刺探一下方子姐你嘅筆名哦，行走江湖按多年嘅一個筆名，方子呢張名啊，都點樣來？那個是很久了，應該是我剛結婚，然後要做採訪，那時候其實還不是作家，我是一個採訪者，我的本名叫林麗珍。第一個很平凡菜市場名字，第二個呢，它很難寫，3個字就是那個筆畫特別多。對，然後我在想應該有個筆名，那我就問我先生，我取個筆名好了，這樣子感覺上好像比較專業。好，然後他就去翻字典，那怎麼用這2個字，其實他都忘掉了。當初就是關在書房，然後我們2個翻字典，然後大概就說這筆畫最少，方很少那剛好就是很湊巧的，我們沒有意識到，一直到有一次很多年以後遇到的那個時候剛從美麗島事件監獄出來的姚嘉文，然後他打電話找向陽也找我，都找不到，然後他後來就留話說你們家很沒有方向，我都找不到方子，也找不到向陽，我們2個才想到，我們2個竟然是一個方向，那覺得也很好，我覺得這是一個。就是湊巧。不過剛剛談到方子呢隻筆名哈，咩係向陽大哥讓翻字典請出來。給按樣來看，其實向陽大哥佢咪一隻文學家，一隻詩人，佢對方子姐這個文學啟蒙應該有一些關係吧？如果說有大概就是家裡的書很多，我們家就是2、3個房子也不夠裝的書。那這些書對我來講，我後來寫野菜，我發現我們家有好多植物考的，有《本草綱要》之類。那這些其實變成我平時的養分。那很多人會問你寫作是不是受向陽的影響？我想我只有在寫採訪稿或者新聞稿，偶爾我會問他，但是文學的寫作呢？他從來沒看過我剛寫好的稿子，我絕對不讓他看，因為我很害怕他幫我改，因為我們都知道寫作很主觀，你幫我改，我第一個已經不舒服，再來我會有受傷，所以他看到我的作品大概就是在報紙上見或者出書，那這些你說有沒有影響？我想影響的部分大概就是。彼此的文學的觀點，那剛開始我不覺得我跟他有什麼一樣，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我寫野菜，這個向陽完全不會，我寫的女性他好像也不太寫，可是我後來發現殊途同歸，是我們2個關心的竟然是土地，了解，就是對土地的感情，我們是不約而同的走在一個某一種相同，就是那個最後的結果就是在關懷土地。我覺得這個一隻巧合，可是當有去其實方子姐老向陽大哥利用3年，其實一隻去寫採訪稿，
啊，第一个像大概以前美图给编辑台有做过没哈？然后方姐，你还不会是专都写散文？像大哥其实也写诗歌，他多啊呢，所以其实没讲完全有直接的关联度当中，也就是说，你做不到讲散文某诗歌，影子诗歌某散文化没问题，做不哪两个？因为讨论起来，导读文字的诗化也还诗歌底部一种散文的一种企图，其实都当到书底部可能多。不过两件事原则上对我来讲，也还能做的本科来看那两件事情。不过按照一只本科来，除了不卡按读书，边都讲写书的时候，一只当中有一只考据也好，资料也好，对当中有一部分。除此以外，就是还有其他的东西，係來自就寫詩的時期，係來自自家本身的夢。因為剛談起來，其實老像楊大哥婚後那件事情有關係。結婚以前，這種想法，老會不會寫作有關聯嗎？應該有我喜歡文字。從小當然就是可能會去參加作文比賽之類的，那也喜歡讀。可是那個時候我沒有想過我要當作家，我想當記者。因為我覺得記者很好玩，可以出國，或者是說記者可以有一種。他是個文字工作者。那在我們小時候，作家的概念沒那麼深，因為我們讀的課本，那個作家要不然就過世了，要不然就是古典，你永遠那個作家的觀念跟你不親近。那你看電視、看報紙，你就會看到記者的名字。那時候我一直想要，我覺得想國外是什麼東西，很小，所以我問我爸爸，我爸就說，我怎樣可以出國？那我爸很好玩。因為那個時候女生大概出國，大概很少人可以出國。我爸說看了我半天，說只有3個。第一個你要是總蔣夫人，第二個要農耕隊，可是農耕隊要男的。蔣夫人他看了我半天，不可能，而且他那時候認為蔣夫人是世襲。最後他說你可以當記者，記者好像女記者可以出國。對，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我的志願是要當記者。因為其實就按你講下演的話，就是像海明威，海明威佢咩做戰地記者嘛，對，因為佢不能影響佢當到長篇小說的嗰種書寫，甚至也嘅冰山理論，還沒有講到講某一天老家嘅戰地記者的時期，愛拍電報，因為也嘅電報內容聽到嚟沒有？因為按樣嘅關係，佢發展出一種屬於也嘅一種冰山理論的下法。講下群的話，像耀明回來，甘耀明，就韓尼客家作者，韓國愛，其實安尼或多或少沒有做過採訪記者，也係編輯安樣的工作，所以文字工作一件事情，其實呢件事其實老寫作者一直處於一種微妙的一種聯繫，好冇？不過你反正還記得冇？因為剛講到當到係認為自己係一個記者。一個記者唔係一個作家，所以這個有作家意識哦，作家一種自覺哦，那從那個起點開始呢，就那作品也係某篇刊登，這個講你唔係記者，你係作家做的事情。採訪人物的報道，其實那個書寫跟新聞稿其實很大的不同。可是，一般來講，你還是被稱為記者。你即使把這個人物寫得再好，還是記者。對，他還是記者。所以我沒有意識到，一直到1988年，已經很晚了。人家是文藝少女，我都說我是文藝少婦開始。我那時候大概30歲、29歲。那焦桐剛好到了《人間副刊》，他就編了一個愛的小故事，就開這個小專欄。那開小專欄，我們報社都知道，會先找作家試寫，寫了一些再開放給讀者投稿。對。那其實我根本不是，可是我是在一個台灣第一個公益團體叫機會消費者報道雜誌。焦桐就認為我在那個地方應該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所以他就約我寫一篇800字的愛的小故事。我就寫了一個我爸爸，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每天晚上幫我削鉛筆，
在灯下，然后一定是3只削得好好的，帮我检查好了放到书包，他才会去睡觉。我就写这样的一个故事，800字。对，那我就开始就变成很多报纸，包括鹿晗秀到台湾日报，也很爱这种就是这种专栏式的，就请我写。那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我大概写了将近10年。哦，按几个时间？对，我才出了第1本叫《第4个房间》，里面大概都800字，顶多2、3千字，很少，就是都是短文。对，就是那一次开始，那报纸登出了我的第1篇，叫削铅笔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就感觉跟我自己在写报道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时候我会想，我是个作家了。其实啊，你讲到作家意识或作家自觉啊，佢当到是个作家或写作者自家本身，伊对写东西是个给予一种微妙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就是讲，其实我俩写的目的，动态一部分唔系为到马上而写，其实为到我自家想写那个东西来开始写的时间。我想其实这个自觉就慢慢的就开始萌芽的。对，嗰個當時你可能唔一樣啦嚇，所以唔過可能做出一隻作家形成當中來講，我想佢可能做一隻重要的節點。我想談到一隻作家形成重要的節點，你下一節嘅時間走來留給方子姐來好好嘅談下，佢成為作家以後佢出嚟幾本嘅書，那幾本嘅書其實都大本書屬於一隻屬於兩本書嘅一隻生命感。所以咧，跟農創業，所以講一隻作品本身對於作家來講，給予一隻屬於一隻作品嘅生命感嘅時間。是說，你做一天愛啲一隻寫作者，唔係一隻記者，其實係一隻作家。你下一段來談，讓自己好好嘅談，佢兩部幾本嘅當重要嘅作品。像下一你將來聊兩個近期的2到3本作品。人到中年，好像很多东西会回到你的童年。那我对野菜有一种很疯狂，可是我喜欢野菜，我刚开始被认为是怪人。那花莲大概有很多的阿美族，那种从小的观看跟汉人文化的这样的对比，我就很想去写野菜跟阿美族的女人，或者是原住民的女人。对，我的野菜大概里面70%、80%是在写原住民。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你這個轉到你暗想風法節目底邊來你今日搶到的係方子姐，我文學界一隻前輩。其實方子姐佢都兩段時間其實寫係當重要的作品。其實都兩隻你順堂有看到4本書，一本係聯合文學出的《采采卷耳》，然後一隻鱷魚文化出的《野有蔓草》，然後一隻係《時間之門》。韓國一本長篇小說來去花蓮港。我想呢幾本書應該係方子姐近期當具有代表性，咩係方子姐自家上來講，應該當有生命特色一本書。我想你可能就是先簡單地來談一下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的兩本采采卷耳，我說應該係他比較早期一些類作品，先談方子姐講一下兩本書。采采卷耳是我1999年开始写，那这本书出来很好玩。2001年出版的时候，大概每个人都把我归在自然写作，还有饮食，因为谈到蔬菜。对。可是我这本书其实我写的目的是写台湾的女人，我把每一种蔬菜印证到不同的女性的角度，对她的特质上面。那这本书其实我用了很多隐喻，虽然是蔬菜，可是蔬菜其实只是我的一个隐喻。那我想写第2本散文的时候，我想我能写什么？那不知道我对蔬菜有一种偏好，大概从小我在农家长大，我就决定我要写蔬菜。可是怎么写，你怎么写都会变成自然写作者。那我希望是写女人，我关心的，所以我就用蔬菜来写我妈妈那辈的故事。那我用隐喻、用投射的，或用紫色的，然后用很多的典故，然后就写出来。其實剛剛嘅方子姐有講到，其實采采卷耳兩本書底邊，
其实一出发的时间就会想要写一个妈妈嘅片呢，什么年的一个故事。当然用蔬菜那种方式去影射、紫色，也都上一个是他的女人，给老石头的关系，或者给老土地的关系啊。我说其实那一个较重要的一个命题哈，当中一个命题。不过其实安尼咪提讲。接下来那本书也有漫草那本书，其实没用一种可能有讲到叫关键字都自然的书写方式，去做那样一种无困样的紫色，像因为连登那两本书哈，对人来讲全部老植物有一些关系，对我来讲我会想到讲因为那条植物全部根部在土地啊。因为同都跟方子姐讲，其实向阳大哥很多听众朋友共同关心呢，其实係土地的问题。當然我按樣做比喻，當粗糙啊，當粗糙。這個方子姐那兩本書嘅嗰種書寫標的物，親直接一個關係最根部全部都內行，那件事情至少我解讀冇唔錯。不過那件事情確實對老娘嘅文學書寫嘅關懷。土地關懷，就當中有一個關聯，所以後面做得來這個談一下，也有蔓草，也根部全部上到內行嘅咧度野草咧度，也有老人關心咩咧做主題嘛，有嘛關聯哦？也有蔓草是我離那個采采卷耳已經有10年。有10年。对，那这当中呢，易峰知道我去读研究所，然后后来跑到政府那边去工作，所以我大概有10年其实不太写作。那离开了政府单位的工作，我就一直想写某个东西。我后来先去写长篇小说，写完长篇小说，因为我在静宜兼课，然后那个校园很大，我就开始认识很多植物。然后开始认识的是2种、2、3种我小时候就知道的野菜，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人到中年，好像很多东西会回到你的童年，你最熟悉的那个部分。那我对野菜有一种很疯狂，可是我喜欢野菜，我刚开始被认为是怪人，很奇怪的一个人。就第一个，我不是原住民，我是一个，而且你就像我小时候喜欢野菜，我爸爸、我妈妈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特殊。那写完的台湾的女人，我觉得我既然在花莲，那花莲大概有很多的阿美族，那种从小的观看跟汉人文化的这样的对比，我就很想去写野菜跟阿美族的女人，或者是原住民的女人，对。那这里就会牵涉到了，一个是族群，一个是历史，第3个是文化，就是你汉人，我们说的比较直接，当初你怎么逼迫原住民，就是慢慢的原住民的村落变成汉人的村落，那样的一个过程，原住民变成一种他者。那我们都知道，女人有时候在男性社会的政治权，她也是一个他者，所以我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我就开始去野菜，我的野菜大概里面70%、80%是在写原住民，而且多数以原住民的女性作为一个主体。其實你做起也有漫草那本書，其實當初嘅一篇方子姐想嘅連結提法啊，我想係呢其實我想唱有機會唱嘅。方子姐來念一段，因為我想聽作家朗讀哦，同作家自家去念自家文字哦，一直就會一種當迷人的一個過程。所以我想先唱方子姐來念一段《也有蔓草》那本書裡邊一個片段。好，我先解釋一下，我念這大概兩小段哦。這種菜是蕨菜，還有一個是水蓮，水蓮我們大家就知道啊。那這當中，也就是因為這個菜，加上我的表妹，因為都在苗栗，他們來台北上班，然後他弄了一個族譜。我過去我一直覺得我是閩南人，因為我在閩南的家庭，又在閩南村莊長大，是，所以我對客語的啟蒙很晚。可是因為家族的關係，加上我在認識這個野菜的時候，我有一天發現，我就去找我的客家血統。
那包括客家有关的一切，我开始很有兴趣。那也是引发我后来写那个长篇小说的原因。我就原来我有1/2，足足的1/2，我是客家血统。那我对客家我必须要有认知，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我妈妈他们那辈的故事，客家的。所以这篇有部分是我在认同的过程，我的感受，我就念了2段。我有1/2的客家血统，也许母亲怀我时，野菜的汁液淌流入我的身体。自幼爱吃过猫和龙葵，从不畏苦涩。中年后嗜爱野菜，仿若野菜汁在身体发酵，野菜也成了我的乡愁之一。我开始追索我的客家身世，原来野菜汁液在外婆吸着母亲从3亿启程那一刻，便涓涓滴滴淌入母亲的身体，也在后来流入我的血脉，我的性格。不管客家村、闽南村，还是繁华躁动的台北都会，从外婆迢迢的移民路、行船或车路，在后山找到安身立命所在。我以相反的方向，循着外婆、母亲的路线，离开花莲，走苏花公路或搭花莲轮，也是陆路航海的移动，最终泊宿台北，一如水莲或学菜，夜是漂流搏动，根茎却是紧扎于泥泽深处。这样来看一下，也有漫长。其實當作家來念佢自家嘅書嘅時間，我想安尼了解做冇照顧去技術提調，安尼留等下一節再來好好嚟談一下，怎麼該幫自己也有漫長，安尼下一節再來談作家嚟慢慢地講解嚟一本書裡，不會當到重要嘅地方。我女兒她是一個從小我們大概太自由自在了。所以他很不能適應一個體制，那我們經常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可是你好像又沒有辦法幫助。那我寫這一篇的時候，他是繞了最遠的路，那準備要回來了。他看了以後，他說他大哭，他說他不知道他這樣子的行為，他不知道我會那麼焦慮，他不知道我一直在看着他。上一堂談到方子姐用過年的方式來朗讀給自家也有漫潮呢本書裡邊一個片段。當然我想試看啦呢段開始時我用客話來複述一下家方子姐念嘅呢段。當然我知道我一天我念到都冇標準嘅，因為呢裡邊有些嘅詞我知道客家可能冇安樣嘅詞彙，就盡量念看啦就大家用糖嘅來感覺一下咧，可能念唔錯，大家都包含一下我有1/2嘅客家血統。某一天媽媽叫我嘅時間，野菜嘅汁液流到我嘅身體上。從細就好食桂鳥和龍葵，從來就唔會驚苦。中年以後好食野菜。一槍葉菜籽從身體上會發酵，葉菜咪變成我嘅鄉愁之一。我就念到了之後，這個念到係做就難度聽過。不過談大家談嘢其實就一個問題都講一隻華文嘅書寫轉化到客家話嘅時間，用客家嘅強調嚟念出來嘅時間，嘅一種念談起來感覺太皮就會安樣，我就冇用嚟到冇標準嘅客家話嚟讀方子姐一隻文章。不過也有漫長這方子姐我知道當創作一本作品也因為那本書有這個接觸到一件事情，就是講因為彩彩娟的老也有漫長嘅2本書，其實不約而同嘅全部紫色到土地，以及
女性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感觉就讲，不管用蔬菜也好，也是用一种野草也好，反正就用那种物件去指涉女性的那件事情，是人书写的重点。我当然可以当层面东西，这个慢慢的谈。不过，咱开始时啊，我想讲每一点就讲，一个反正就用马街植物来映射一家喏。因为你听有只相反的哈。有，玉兰花。哦，玉兰花客语怎么念？玉兰花。玉兰花。会有这个是从小我外婆家有一棵非常大的，对小时候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棵玉兰花树。那小时候我喜欢会爬在树上就摘，那我的外婆会拿来供奉在那个神桌上面。后来自己搬到郊区，我就一直想要种玉兰花，可是我那个土地我觉得不够，尤其暖那个很潮湿。那我的后院又很背阳，所以那个种玉兰花种得不好，所以但是我还是很坚持，我就是种了一棵玉兰花，但是它经常会歪歪斜斜，是因为它想去吸阳光。所以如果要说哪一种植物我可以映射在我想是第一个玉兰花，感觉它很清香，可是不是很像含笑那么浓艳。那我一直觉得我的个性比较淡薄，那跟玉兰花会有某种特质，而且看到它，我会回想我整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如果你要说有什么植物的话，我觉得大概玉兰花最适合我。我刚刚听方姐姐讲玉兰花，特别是一家种到暖不开后背嘅只玉兰花，因为当描述的时候同迷人啊，就是讲因为那只玉兰花做嘅背阳嘅只微笑，佢想办法去接触阳光那件事情。我说咧可能没老安尼理解客家女性的一种特质，有些的一些关系，知道吗？其实佢想要在那种夹缝中的想办法去寻找自家的阳光。有时候刚谈给方子姐一描述的，突然是那种感通就懂到。我好像大部分的散文家佢唔可以讲就写一种东西听。其实散文家经常佢透过动读不同的媒介，去书写佢想要表达一种情感也好，真实也好。因为还有一本当创意的书叫时间之门。时间之门了个翻过后，其实那本书底边佢唔係單單寫實的東西聽聽，其實佢記錄過當到就無困樣嘅時段，對方子姐來講，其實有些像係老方子姐咧當場嘅寫作生涯濃縮到一本書底邊，阿娘解讀有這個題目沒有。这本书其实是我说过，我有10年没写作，可是后来我想，我还是有。譬如我们10年前开始在流行地景的写作，我们叫地质写作。地质写作，地质。那经常呢，这个各县市的文化局就会邀请作家，你来我这边，然后帮我们写一篇散文。我那时候经常，因为我爱玩，我又爱吃，我希望到各地看不同的。那所以只要这方面的，我大概都不会拒绝，我就跑去了。那这些东西来讲，它是一个空间书写。我们一般来讲，空间书写。那10年的时间，它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对。那其实空间书写跟时间书写，它其实很难分。其实我们写作都是时空交错。时空可是我发现，就是我在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把它定义空间或时间。所以我就用一个时间之门，那个门有空间的意义，就是我们写作都是回忆，除非我们写未来，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进出，像小叮当的任意门，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进出去写一些我们过去的东西？所以我后来我就概念就用时间之门。那当然这篇也是在写我女儿那种叛逆成长，身为一个母亲的那种焦虑，然后一直到女儿好像回到我所期盼的，至少那样的一个路上。那刚好我就是因为我不断的把她的童年猜来猜去，好像进出任意门去看她的童年，看她不同的阶段，所以我就用时间之门。其实刚刚方子姐讲正经
你对时间之门的一种解读，真係有一些的相近哦。因為其實加韓網錄節目以前啊，我老嘅下列劇本嘅嘅編劇就會討論方志傑那本書嘅時嘅，我就有講到小叮當嘅任意門呢件事情。因為我想，要按樣一本書，其實原則上其實對應到小叮當嘅任意門哈，所以穿梭時間呢件事情，其實我知道所有嘅時光機器哈。其實目的其實係回溯到某一個記憶時間點，以完成一種救贖。所以剛剛這個唐芳子姐講到講，其實我老我這個女兒一隻時間切到一段一段咧，其實沒有一種救贖的意思啊。透過一隻時間之門老時光機回到過去一個時間點，想要修正、要矯正這個當時面對這個某一種成長過程就一種救贖的時光機啊。所以一個時光機一直都在扮演一隻。救贖的一隻工具哈，所以其實沒講全然作為救贖，沒有一種自己的對話。不過，但是問方志姐，下列本書因為給老娘妹嘅另外一個更年輕的女性啊，她還有上一隻什麼有同親密關係？一本書娘妹這個你有看到嘅？我寫她的時候，大概我女兒是一個。我說繞遠路繞到最遠的地方啊，他是一個從小我們大概太自由自在了，所以他很不能適應一個體制。那國高中的時候，他風靡籃球，想要去打籃球，他所以即使讀了景美女中，他什麼都不要了。他後來休學了之後，他說他用走路把整個大台北市走遍了。那我們經常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可是你好像又沒有辦法幫助。那我寫這一篇的時候，他是繞了最遠的路，那準備要回來了，但是他看了以後，他說他大哭。他說他不知道他這樣子的一個作為的行為，他不知道我會那麼焦慮，他不知道我一直在看着他。他總覺得他的父母忙於工作是一個疏忽，所以寫這個對我來講有一個好處是，我對自己的療癒，我的焦慮可以舒緩，對他我覺得是一種交談。對。那後來就是我跟我女兒就很親密，我們經常如果她回來，我們吃午餐，我們3個母女可以聊，12點可以吃到3、4點。就是我們什麼都可以談，對，就是他不想談的不講，我也不會問。這是我後來領悟到了，就是說，身為父母，你對子女，你只能在旁邊默默的觀察，直到他願意跟靠近你。尤其叛逆那一段，國中以後，一直要到他讀大學，我覺得他才會回來。其實因為方志弟咁樣就拉咪唐方志講了，他能夠做一些感覺係講，其實前半個有一個理解啦，對這個作為一個父親的身份有一個全新的理解，就是講，其實確實所以其實你冇辦法證明嘅天嘅未來，你到底做的天數都冇個地方係當然。那不過你親手做的一件事情，因為來到好踢足球咪不然想我可能係夾個守門員吧，夾強下一個守門員吧，同隊守門員。後來發現其實唔係，因為我係去到夾個球場當波嘅時間，我就會造成夾個干擾，就會變成夾個困擾因為我爸爸對後輩佢可能就會有很多嘅想法講唔怕，反正有乜事情佢後輩會接等嘅。我說我沒做我們的扮演守門員的角色，沒做我們的，我應該退到守門員的門後面給他提防。唔係叫守門員，不過喺守門員後面叫守門員。我就想可能其他位嘅應該係更適切。我作為一個父親嘅時間，就像家方自己，其實你作為陪伴嘅角色啦，唔係做場上嘅陪伴者，係做場外嘅陪伴者。像下一段嘅時間你來談一下場外嘅陪伴者，按到父母親因為方子姐佢係一個母親，按到嘅母親。你用嚟去思考女性到台灣一個位嘅扮演嘅角色因為嚟到那一本方子姐當中有嘅長篇小說有
同直接的关系。我想海团的时间中来谈方子姐了讲价嘅中药的长篇小说。哦，俺第方姐娘妹同样是会太。我2个都一样，不是就一个。逐步认同了客家的血统之后，真的，我开始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外婆。那一个寡妇带着一个5岁的小孩，从苗栗的3义要到花莲，那其实真的是千里迢迢，而且你到那里怎么生活？所以我一直觉得，女人不断的迁徙移动，都是为了丈夫，尤其最大的迁徙是一个结婚。所以当然呢，其实谈到3本同葱油方子的文学作品，其实刚刚谈到青岛其实从方子姐一张母女关系当中来讲到一件事情。其实下一本书是来去花莲港其实是方子姐同葱油一本长篇小说。那里面其实是谈到女性母亲。都在土地当中，充有一种移动的一种迁徙的一种状态，没办法用一种就是移动史、用迁徙史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因为我更期待其实可反映出一种当时的女性就移动那件事情所造成的生活上面改变状态的调整改变那件事情来看待那本书。因为那本书其实佢有被改编成客家电视台同葱油的咩得到同道中油的金钟奖一种连续剧《心丁花开》。我想海豚安尼先看一下《心丁花开》2集电视剧的VCR， 先来了解一下怎么安尼着重在女人那件事情。安尼先看 VCR。做咩啊？用啲路钱险才讲好搞做先生也兴日要甲送给新电话，电话太跳的，那个声音会出声。那准要做得出来，用会识啦，我识咧。我就喺我老弟叫出去。不过我做分的。做嘛给听说爱要给落我？该黑奶该落我，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你把老屋争取回来，这样我就心安。我们都讲好了，等小孩长大嘛，这些你都懂啊。佩仪，你叫我什么都没有，佩仪，你不能这样我走。我妈她好像生了我就不是很快乐。我等待这个时刻等了好久，你也要到这个年纪。我本做咩系嘛？妹，我想我西医法院讲，对根本你迄事，佢就会硬我嘅。小嫩狗挂着巴头，跟爷俩情绪。妈呢？你就要去医院啦？我不应该去注册啊。学费，牙医药费，按太条的钱，能用得办啊？这给你，你应该还记得吧？天元烈冠，给他生意，萌萌的。拜托你以后不要再来好不好？也不准老体育来帮。凭嘛给啊？你用没啊没？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大家看到的《心丁花开》。就是方子姐来去花莲港2本书的改编的连续剧其实讲到了连续剧的改编其实我想要先问一下方子姐，回到亲开始的源头，因为连续剧的改编是从小说开始的，给小说亲做而下2本书的源头，对方子姐来讲，这个亲出的源头是从哪里来？这个应该也是我已经就是逐步认同了客家的血统之后，真的，
我开始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外婆，其实是我的姨婆，带着5岁，那时候5岁，我的妈妈到花莲的状况。你想，在192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资讯都不是那么好，交通更是。那一个寡妇带着一个5岁的小孩，从苗栗的3义要到花莲，那其实真的是千里迢迢，而且你到那里怎么生活？那个年代不是现在你打工就有，都没有哦。那我的这个你看的《心丁花开》所曲里面的客家女子，就是我的姨婆、我的外婆，守寡又不能生育，然后妈妈是守寡，自己的另一个妹妹也是守寡，就一门有3个守寡。那种她希望逃离那种黑色寡妇的色彩，所以她就带着过继给她的女儿，就是妹妹给她的女儿，就到花莲。所以我一直觉得，女人不断的迁徙移动，都是为了丈夫，尤其最大的迁徙是一个结婚。那一个是寡妇，一个是我的阿嬷，闽南人是要去结婚，所以我就用了这样2个故事，那加上一个虚构，一个现代女性的。那现代女性的新女性主义，它是空有主义，可是没有实践的能力。可是这2个传统的女性，她们的移动过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就决定写这样的小说。不过改编那件事情呢，其实当然好谈嘛。如果因为一个长篇小说改编出一个连续剧的时间，那个过程对原著作家来讲，原则上是一种动折腾的过程。我想先谈一下方子姐，这个过程这个经历过那样的转变哦。最初来跟我提的是张典婉，他想提案客台，那我觉得很好。那我就完全授权。那提案成功以后呢，面临的一个是我们都很清楚，就是那个不能用来去花莲，改用心丁花开。我其实对名字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我知道的，心丁花对客家人来讲是多子多孙。可是偏偏这个客家女子她是一个没办法生育，那这个名字就很反讽。可是幸好李志强导演他用那个盆栽的剪接，每一次播出片头。它有一个盆栽剪接，去形容一个女性的适应能力，跟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嫁接很像啊。对一个作者来讲，我是很信任编剧跟导演啊。还有我自己有一个理论叫做创作的背叛，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尤其编剧他在创作原著的时候，他必须要背叛过一次，因为读的观点不一样。导演又再一次，演员的诠释呢会再一次，所以他不可能如你所意，所以我很早就有这种心理准备。就对一个读者或者是一个观众而言，我觉得《心丁花开》拍得很成功，事后也证明得了很多奖。那但就作者来讲，我们会觉得还是没有那么贴近我们的小说。可是你这个必须，我们说创作的背叛一定有，就好像我们的作品要在文创，那种文创的过程，其实就已经跟你原来的精神不会完全一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很可以接受。其实一段来讲，其实就会像刚方子姐讲的背叛所以其实堂嘅按讲起来，其实我这个感触没同层，因为我这个经历过一家社会的小说，一家来背叛一家。用方子姐其实描述来讲，其实我背叛的可能几年前的一家，就我哋下对改一家作品的时间，我背叛的可能3年前或4年前嘅时间的一家。我觉得背叛呢是用在片的时间说佢当多想象做得去沟通。没有当多的层次做得去讨论那样，不过还能转到一个点我讲，虽然你做得去接受原著经过再创造那种背叛的过程，不过还能要想问讲，反正迄一家，如果你有机会了，一家改编自己家一个作品的时间，你们会尝试吗？你们会想去尝试看吗？我会耶。背叛这个对，因为我在想，我可以背叛到什么程度？那还有就是，这是检讨自己的时候，你在检讨你过去的作品。那个时候，
我在想你可能不是那么成熟，尤其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我不认为它一定好到不能更动，所以它一定有很多缺点。那刚好是我在形式我的过去，所以我觉得我会尝试。那因为那样我就可以知道了我少了什么。你中小方的社动特别嘞，因为我这个面对这个背叛的事情，对这个背叛那件事情，我喺期待一直有办法尽量每背叛都挺严重，你叫做方式去寻到一种平衡点嘛样。不过刚刚谈嘅方姐想法，其实有那一种不同的视野观点，所以讲我用一种背叛自己的方式来检视这个，对，有嘛地方做得下到下来好，对，对未来来讲，所以其实安样做想问，给方自己有下那一本新的作品，大家都会进行。有，我现在这本的小说也是长篇，对，我在写也有漫草的时候，我才发现也在比蔬菜更多的传说跟神话，是要鼓励你去吃它，把它当药效。那这种传说跟神话就会让你去接受。所以我就突然间想到，我要写台湾女人的，一个是客家，一个是闽南，一个是原住民，但是它没有做特别比例的分配啦。女人跟神话，那你看《山海经》这些，我就希望是再来台湾四周环海，中间是一个大山脉那每个人都一定要经过山跟海。那我是暂定的书名，就是山点，然后海，然后再一点，然后经，就《山海经》，是一个必须经过的移动。可是我这次的移动是相反了，我让它可能回到一个花莲或台东，就一个都会女子，一群女子，她们到花东去做事情。但是我中间穿梭很多的神话跟传说，对，那我希望凸显女性跟神话的一个特质。当然其實一點同特別呢隻地方係逆轉一件事情，所以講要記者嘅先咪從台北轉到花蓮嗰邊去，用那一隻方向嘅方式來談一件事情，因為係來去咩來去花蓮港，你係轉到花蓮港，我說兩隻事嘅變化其實佢有一些嘅冇困樣嘅感覺。因为刚刚前面谈到山点海点经，一种会慢慢的漂移过去，一种移动式的一种感觉。想想其实是一张如果出现一种那样的女性神话故事出来不过那样好特别同感谢方子姐来到你暗想方法接受访问，没谈到很多部分嘅当中一位作品当然请期待下呢。对作家来讲，请期待做一件事情实实写出来。这轻松有一件事情希望方子姐接下来的写作都能顺利。安住先，大家安住先。安尼大家来慢慢来等两本书用来被诞生出来。好，所以预计那时间会拿两本书。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就要完成。像你讲，3年係一類花，一種菜，一枝草。佢3年到底係兩個花，兩個菜，兩個草。女作家方子係一類拍拍嘅玉蘭花，佢唔好加工花，佢好寫詩，佢好讀其他作家寫嘅文詩，變成佢一個養分。佢讀本書。慢慢地上出腳，開始行路，走，來去行路。佢係一類為兒童行路嘅玉蘭花。這時間來去花蓮，下一個時間佢又轉去台北。除了來去之間，佢一擺又一擺開花。不管到城市地帶，還係到莊下，全部埋場燈，佢先到向佢哋土地。有一種特別的方向。